暑假就要来临，迎接年中上大的盛事6月18购物节。中嘉宽屏自今年3月，甲着全球上大的运动串流平台合作，得到消费者真好的回响。现在，佮甲全球上受欢迎的影音串流平台迪士尼 Plus 合作，推出1G 的光纤上网，搭配剧院的串流阿爸，就会用在厝内享受6大基感的剧院级的影音。中嘉宽屏继3月与全球最大的运动串流平台DAZN合作，再携手全球最受欢迎的电视串流品牌迪士尼 Plus。未来中嘉宽屏用户在家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迪士尼 Plus 6大旗舰品牌内容，包含迪士尼、皮克斯、漫威、星际大战、国家地理频道，还有综合娱乐品牌的 Star 等电影节目的一站式影音串流服务。那大家在使用中嘉宽屏的同时，也可以使用迪士尼频道，让大家可以在家好好的享受在家的愉快时间。业者对今日起限时只有8天，民众只要办公签，不但每个月上悬节省400块，而且影音娱乐，佮请你看3档，等于现赚24000块。即日起6月12号到6月19号，限18天，凡到中嘉宽屏全通路申办1G 光纤上网Soundbus剧院串流盒或数位有线电视指定方案，我们月租费狂降400，最高月省400块哦。其实再送你看你3年迪士尼的标准方案 ，WiFi 的全通免费赠送，数据机会免费升级到 WiFi 6等多重的限定方案，现买现赚。最高赚多少？24600。民众对今日起到6月19，只要伫中嘉宽屏专通路来申办1G 的光纤，完工以后，还佫会用来抽市价17000块的米奇黄金吊饰。欢迎有兴趣的民众，拢会用甲中嘉宽屏来下询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